说到了客家的应景精神，真的很让人佩服。在台中东市，客家村民古木发，他双眼失明，但是积极面对人生。他跟老师请益，靠着双手编织了许多的塑胶篮，不但是自给自足，开班授课，客家精神在他身上表露无遗。11节的感动时刻，带您认识他。昏暗的午后，不用开灯，一样能够编织塑胶篮。东市客家村民古木发虽然双眼失明，但是他靠心、靠记忆，还有双手来编织。哦，那东西啊都拿过来了。哦，落了。哎，茉莉色的嘛。请邻居帮忙买塑胶绳。虽然生病之后双眼全盲，但是对于记忆中的颜色还是很有印象。放好位置，什么颜色该怎么搭配，清清楚楚。这些茉莉色。黄色。古木发小时候编过竹编，就靠着编竹编的印象，再跟老师请益，让他编出了美丽的塑胶篮。在热心邻居的帮助下，一起贩售，自给自足。虽然很费工，但是他自食其力，还开班授课，教社区妈妈这项手艺。只是编塑胶篮很花力气，常常腰酸背痛，但他不怕苦。做出来的时候啊。有缺点我就会拿出去给他们看，有缺点就抓我的手去磨，知道哪个地方比较不会顺的话啊，那就会注意那个地方。靠着客家应景精神，他制作了手提包、菜篮等等，连原住民的风格也都有。只要他摸过的编织包，他都可以用不同的配色再重新编制。好像人家哪个我要做，他讲我开几就算这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这个16条，对。这个长方形它有多少条？连客家人娶媳妇儿用的篮子都能够编织，只要市面上看得到的，通通都难不倒他。拿那个铝筋啊，或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啊。我们现在做来用啊，也可以拜用啊。虽然是神经萎缩，但是他不怨天不尤人，一样自己照顾自己，连家用品都能够 DIY。种菜我没有拿起来用。还稍稍用这个盖起来。对他来说，他的人生不是黑白的，只要眼盲心不盲，他一样可以敞开心胸走出去，开创属于自己的彩色人生。七彩的塑胶绳在黢黑的世界里鲜活如昔，交叠成人生篇章，捆绑成命运诗句。双手的力量在一纸纸胶篮里展演不服输的感动时刻。